2月27日陪你讀新約，馬可福音5章21至43節。睚魯的女兒和血漏的女人。耶穌坐船又到那邊去，就有許多人到他那裡聚集。他正在海邊上，有一個管會堂的人名叫睚魯，來見耶穌，就俯伏在他腳前，再三地求他說：我的小女兒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癒，得以活了。耶穌就和他同去。有許多人跟隨擁擠他。有一個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醫生手裡受了許多的苦，又花盡了她所有的，一點也不見好，病勢反倒更重了。她聽見耶穌的事，就從後頭來，雜在眾人中間，摸耶穌的衣裳，意思說：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癒。於是他血漏的源頭立刻乾了，他便覺得身上的災病好了。耶穌頓時心裡覺得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眾人中間轉過來說：誰摸我的衣裳？門徒對他說：你看眾人擁擠你，還說誰摸我嗎？耶穌周圍觀看，要見做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懼戰驚，來俯伏在耶穌跟前，將實情全告訴他。耶穌對她說：女兒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災病痊癒了。還說話的時候，有人從管會堂的家裡來說：你的女兒死了，何必還勞動先生呢？耶穌聽見所說的話，就對管會堂的說：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於是帶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嘅兄弟約翰同去，不許別人跟隨他。他們來到管會堂的家裡，耶穌看見那裡亂嚷，並有人大大地哭泣哀號，進到裡面就對他們說：為什麼亂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們就嗤笑耶穌。耶穌把他們都攆出去，就帶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隨的人進了孩子所在的地方，就拉着孩子的手，對他說：大利大，古米。翻出來就是說：閨女，我吩咐你起來。那閨女立時起來走，他就大大地驚奇。閨女已經12歲了。耶穌切切地囑咐他們，不要叫人知道這事，又吩咐給他東西吃。